头起先，咱要做伙来关心的，就是这台南市是接线受到风台甲大水雨的侵扰，灾情是真严重。公务人员对7月初就无暝无日的加班，目前这受理的家园受损的案件都有3万外件。原来市长黄伟德是宣布讲，这阵啊，这公务人员加班偌久，加班费拢会照算。 基层公务人员无因此时咧解答民众的各种问题，嘛替乡亲办理各种业务，有的是厝外看灾，协助灾后的复原工作，根本无暝无日，拢无休困啊。问安服务真亲切，啊，恁真紧就了解啊。需要补助啊。 过程有舒适。有。风台过后，一人去公所申请补助，嘛有真侪民众唔甘公务人员的辛苦。以7月份来看，公所真侪人逐工加班，哪像是甲公所当作厝共款。加班审查，然后有的是部分疑案件，甚至有到现场去勘查，然后同仁都是白天在忙碌。 晚上都是在加班整理这些事件，甚至6日都还有来加班，确实相当的辛苦啦。以7个公所来看，农业科长1个月就178点钟的加班，员工1个月平均加班75点钟，已经紧绷啊。公所拢总68个员工，总加班时数5051点钟，是平常时月份的10几倍。迄个卫资金的这个申请，啊好。 啊，过来过核补审核啦，这拢非常迄个复杂的一个手续啦。对价收入好的这个照顾的部分，会使讲因工作时间啊，拢无暝无日。这辛苦民众看到眼内，即摆台南沿海10几个行政区拢受到影响，全市处理厝顶损害家园复原的补助案件，就超过3.6万件，因此正需要基层公务人员轮班办理。对此，台南市长嘛宣布，防救灾加班费无受3个月240点钟的限制。 还没有等到行政院的这个公务，我们台南市先加发这个加班费，这是公务员的辛苦应该得到的，我们用市款直接先来予以拨付。根据市府10倍前的统计，受理复原的补助已经发2万外件，金额5亿外，农损案件嘛有2万外件。另外，市府为着要加速7个区居民复原，市府专门动员协助修缮客家，已经完成勘查甲估计户数有338户，每合率有9成。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。